来看金管会拜一暗时临时开记者会，无同意中信金要并购新光金哦。中信金昨暗又阁表示讲，会依照金管会意见，阁再来修订计划。一礼拜五会阁向董事会报告，再阁来提出后续的计划。有国际信评机构是表示讲，目前并无影响到中信金的评定，嘛认为讲中信金未来对收购嘛是开放的态度。也毋过未来的目标可能是会锁定一寡中小型的民营企业。针对金管会愿意中信金并购新光金，经过一天，中信金17暗发布动信表示，中信金会赶紧重新修订计划，搁送董事会核定。对中信金敢会当搁重新送件，金管会会做出回应。并购方这个对他来讲，所谓不确定因素，怎么去让他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做管理？这个结果确实是一个重要的。市场预测双方合并案有可能过来一摆，也毋过中信金后一步会安怎做，拢互拜五要登场的中信金董事会真受关注。有分析师认为，那中信金要达到金管会要求的并购条件，可能会面临一寡考验。如果说全部用现金，你增资的幅度搞不好又更大。中信金的股东会全数同意吗？后面呢，可能股本又变得更大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这增加了中信金去并了新光金的一个难度。中信金表示，会重新拟定后手计划了后。新城甲新光事业公司对外声明表示，台新金出价达到14块4角钱，超过中信金的计划，希望股东唔通被误导。搁较指出，台新甲新光双方文化背景亲像，支持新兴并共享经营成果。国际信评机构惠顾信评指出，预计中信金未来对收购机会有关是持开放的态度，也毋过收购目标可能会转做中小型民营企业。市场上的确有这样的传闻说，如果中信金在这次的并购无法取得新光金的话，它可能接着的目标会往三商人寿，那甚至说其他中小银行，包含像安泰银行啊、金城银行这些。台新甲新光会伫10月初9将各自开股东临时会，关系合并案赶集通过，股东委托书征求正会经检讨，所落来10月11中信金股东临时会敢会当改终定，调悬亚定资本业，拢互新光金并购案，搁增加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